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8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中共的唱水弹扑出伫咧海峡中线附近，有立委认为讲是要去年度征收，也有专家认为是出现各样才会扑出海面。台北大学科学园区挖斗的时阵，雄雄失电，这12点半左右恢复正常。经济部长强调，这是跳电，唔是欠电。国内等下病毒当前，搁再增加一个是北部6个月大的查某婴仔有引起脑炎。另外，新冠疫情搁再加起来，提醒民众爱特别注意。有偏乌的渔民呢，透早看到一只中共的唱水弹扑出伫咧海面上，是伫咧海峡中线附近，接近着金厦水岛。边仔还有一个军舰做伙，外界分析讲，这应该就是抗救术型的核潜艇。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国军拢有伫咧掌握，说是无讲清楚是倒一种的这个唱水弹。就立委是认为讲，这唱水弹会扑出来水面，边仔还有军舰伫咧，应该唔是威胁，但是国防部就爱讲清楚。这潜水艇要当翕个钟啦，中共将南方看到出现伫海峡中线以西挖金厦水岛，相关台海情势紧张。有偏渔民18透早出海掠小竿仔，却发现一只舰人浮起来，位置大约伫北纬24度0分，东经118度22分，大约伫海峡中线，水深大约45米。渔民翕相了后，赶紧离开。舰人边仔也阁有中共军舰伴航，同齐向中国方向驶去。看到应该是还好诶，潜水艇是较少，因的进出船是较多。我们有用相关的勤监侦的手段，已经有所掌握。不过详细的监侦的手段，我想不宜在这里透露。郭立雄表示，国军有掌握中共舰舰动态。另外是倒一只舰舰，敢是测试台海防卫底线，是无对外说明。也毋过为相片外观来看，有明显的具备造型。外界检判应该是抗救术型核舰舰，即摆扑起伫台海中线，调要立委高度关注。潜舰执行任务一般都是非常隐蔽性的，那这一次会浮航，而且旁边还有护卫舰，这个好像不像是在威吓，是不是发生故障等等这个需要国防部进一步的一个厘清跟说明。核子动力潜舰在台湾海峡被看见。本身这个位置就代表这艘潜舰是不是出了什么差错？因为舰舰多数时间拢伫水下面执行作战任务，中共舰舰即摆长时间浮起来，情况无平常，互咱国渔民积极地翕到，外界注意敢是出现各种才浮出水面。中共无对外回应，国防部有关唔敢疏忽，继续掌握中共舰舰动态。记者综合报道。中共的唱水弹今早起防发现出现伫咧海峡中线附近，敢是出问题，才会扑出海面的。前海军上将国民党立委陈英康就分析，这中共的唱水弹将有可能是要去辽宁的葫芦岛进行年度征收。不过有学者认为讲，可能是唱水弹出问题，才会雄雄扑出海面。中国的舰舰特别是扑起来伫咧台海中线附近的海峡，国军掌握舰舰的动向，外界研判应该是控九数 A 级的战略核潜艇。前海军新疆军舰长李礼斯伫面册透过比对，讲舰舰应该伫咧中国的领海内面，离金门的辽罗湾25海里，伫海峡中线西平24.7海里处。对于扑出来个护卫舰的伴航，学者分析讲，无排除机海故障。一个可能就是机械发生问题，第二个可能就是水底下的地形改变，迫使它采取浮航以避开水下障碍物。第三个就是政治上的，也可能是要趁机向美国就是呛声，也就展现它的核武肌肉。中国目前有6架控九四 A 级的战略核潜艇，主要部署伫中国军队北部、南部的战区。前海军上将国民党立委陈英康分析讲，舰舰有可能是要往北登去辽宁的葫芦岛做例行的大检修。伫中国沿海扑出来航行，就是要避免发生大地意外。有学者推测，舰舰应该是下战区在耍动，还是改变部署位？主要是要去对付以美国为主的这一种跨洲际弹道飞弹，所以其实像这种潜舰的话，它
它其实严格来说，它对台湾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会认为的是，它今天要么不是在南下，不然就是在北上的一个过程中间，有可能是在移防的一个过程中间，可能机械有一些状况，所以它会导致说它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调整。中国的展览最近几年是真侪摆互看到浮出来水面，包括2019年7月出现伫马祖东引的外海。今年9月是出现伫南海，2021年11月伫台海出现，今年7月嘛，互看到出现伫澎湖。或者讲，09型的核战弹对台海作战较不利，对美国威胁较大。透过巨型2型和3型的箭射大导飞弹，对准美国本土，国军哪会当收集战舰的声纹和动态，唔哪会当强化台美的军事合作，对反舰作战嘛有好处。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的内湖科学园区行活道啊，差不多是11:18分，因为这跳电，地处这江南街、阳光街、瑞光路、瑞湖路附近呢，总共有655户失电。经过抢修，第3分钟内恢复5成。那活道差不多是12点半时阵是恢复正常。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讲，这和欠电是无牵连的，是跳电，唔是欠电。我们发现呢，很多像这种跳电就是说它有一个趋势嘛，就是说可能人比较多的地方啊，或者是突然间增加很多人的地方啊，或者那个设备比较旧。经济部长郭志辉安尼讲，都是因为18早起11:18分，内湖科学园区发生因为规线跳起，地处江南街、阳光街、瑞光路甲瑞湖街迄块啊，拢总655户停电，台电赶去现场修理。3分钟内恢复供电超过5成，12:26分全部恢复供电。它是瞬间停的嘛，它不是像说预告停电这样子，可以提前准备了。仪器设备没有电就没办法运作了，所以原本一些实验的东西，可能就要等电来的时候才能再继续做，就没办法上班这样。我们出来买午餐还没付电，它那个是那个公司的紧急电器，大概5到10秒就来了，但是那不是台电的电。内湖科学园区是全台湾科技真重要的所在，有资讯、通信产业、未少企业的研发中心、总部、技术服务站拢伫遮。多连晶片大厂辉达台湾分公司嘛伫遮。张吉达创办人黄金分则讲，会伫台湾扩大投资，不过伊嘛烦恼讲 AI 超级电脑需要有够的电力，想袂到18内湖科学园区就发生电力的问题。科学园区因为他们的电的方式不一样。所以科学园区是不会跳，我们现在已经赶快马上去同样的地区开始去检查，那赶快去做这个维修。郭志辉强调讲，内湖科学园区停电是跳电，唔是欠电。台电表示，内湖停电那像是因为地下电缆接头故障，已经把故障的设备换掉，平常时嘛会做例行性的巡逻检查。不过电力设备要是会因为天气、设备维护、上旧等等的因素，难免会发生故障甲失电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屏东的琉球，进前暗时捌停电1点钟，台电调查讲是这用电量变悬所造成的。不过，有网友发现讲，这核三厂拍开柴油机组，连废水水库、石门水库也拢漏水发电。加上这核三厂1号机后个月27就要除役，搁再引起欠电的积期。台电表示讲，这台电对核三厂的这个机组要除役早就有准备啊，今年也有4部新机组加入运作，无欠电的几率。另外，这核三含水库漏水发电，拢是例行性的测试。15暗，屏东小琉球突然无有警停电，互真侪游客甲店家拢感觉真无方便。也毋过最近传出，若是核三厂拍开柴油机组，包括废水甲石门水库也拢放水发电。欠电的问题佫引起讨论，台电表示，这拢是正常操作。网友所说的这个机组启动是因为这个电不足或者是怎样，这个台电要澄清这个是属于正常的操作的常态。希望这个网友不要再捕风捉影了。根据能源署公布，去年台湾发电量占比，小团占42.2%，电气39.5%，再生能源9.5%，核能是6.3%，基础是燃油1.3%，加抽脱水率1.1%。虽然能源并不是台湾发电量占比上大，也不过看到核三厂1号机今年7月27就要除役，为18开始，台电一步一步功率递减运转，一直到接照改期日停机。根据统计，核三厂1号机上转40年
来，总发电量达到2780亿度电，占整体用电的3%。应用13手1号机路线，台电今年也增加4部上线机组，包括预定6月就线的丰德3号机110万千瓦，甲9月就线的大潭9号机112万千瓦。16月份也有现代新1机甲大潭7号机，4部机组总体用量有443万千瓦。当然就会很担心说，你旧的机组准时除役，可是新的机组其实来不及上线。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当然就是今年夏天供电的挑战就会相当大。有专家建议，为避免停电还是分区供电，不妨考虑伫新机组还未上线进前，先予核能厂延役。也毋过进前有全国废核行动平台认为，台湾核电占比只有6%，占比无悬，双方过度放大。核电经济敢是有必要性，爱审慎评估。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鸡卵的价销继续伫咧落，这17个产地价销已经落到1斤37块，是这2年半以来新低。餐厅业者是主动降价销，饲鸡协会和业者也拢呼吁讲，这饲料也着爱对咧降，才袂互因继续了钱。饲料工会是回应讲，因这原物料也个原物料的成本降低和营业税减免的政策有延长，已经有业者宣布落价咯。农业部是表示讲会增加2价淘汰来降低产量。规碗拢胖胖胖的肉燥饭加一粒卤卵，滋味搁较好食。台湾人爱食卵，但是最近鸡卵的提供是超过需求，互卵价一直落。有餐厅的公告主动调降卵料理的价销。我们也是尽量不要涨价给客人啊。既然单价已经有在回稳、在下降，那我们就是也是下降下来给客人。但只是一个附加的，那我觉得这个附加的能让客人有个小确幸，那这样其实还蛮不错的。台南做铁棒炒的餐厅，两片料理嘛降10块到20块，煎卵一粒10块，但都出两价调降，两行内面一篮的卵嘛是一大堆。鸡卵产地交易价1个月内对1斤45落到37块，创2年半以来新低。零售通路商对得调降价销，买起嘛是无转来。市场有人卖3斤100，也有卖20几块的。鸡卵落价是冲击成本，饲鸡协会和卵农拢在话话，希望饲料会当降价，才会当卖了较济。饲料工会回应讲，因应原物料成本降价因素，这2年饲料10公斤的价销已经慢慢降超过2块。继续免征嘛，要免征3个月嘛，一直到9月嘛，所以饲料厂的成本就没有因此而提高嘛。现在因为原料也稍微有降价的空间了，所以它就降价了。饲料工会讲，这2天饲料的价销有可能阁降差不多0.4块，但是两价会落的主因同款是供应伤济。农业部嘛讲会增加老鸡母淘汰的数量。效率比较差的寡产老母鸡呢，我们建议尽早来淘汰降低它的饲料的费用，用这个方式迅速来减低增产成本，让整个产蛋上市量也变少。淘汰数量是对120万牛起到180万只，希望下当来减少产能。农业部讲会先试行1个月，后壁来看效果安怎，才决定敢要做机动性的调整。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个11人的爬山队，昨早起爬到玉山了后，有一名47岁姓黄的山友，伫咧落架的时阵无细力触落去，摔落去300-400公尺深的山谷，队员是赶紧通报这搜救人员来遮找时阵，找到人已经过往啊。咱落去山谷了后，这姓黄的山友互找到的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也因为找到的所在山壁真惊，救援人员先甲遗体固定，等空勤直升机来协助，落尾是甲遗体用吊的送入去山骹。新北市消防局接到通报，讲这公仔寮加无岭山区呢，有3个民众互碰定着，其中一个互顶甲规粒头壳骨头丸，赶紧甲人扛落山骹送病院。专家也要提醒讲，若准伫咧山区撞着碰，规定伫头顶洗，这就是代表讲接近因碰受的警告，上好是赶紧挖头离开。一个60多岁查甫人头壳去有碰定着，几个所在拢肿起来倒伫涂骹。消防员赶去现场，甲简单包起来处理了后，甲扛去冷桥。18早起11点外，有2个查某，一个查甫，做回去新北市空仔寮加宝岭，伫上山点5钟了后，去互规定的碰攻击。现场有3名民众，2女1男。那现场表示说，男性患者因为遭风遮头部。那现场我们新北市消防局总共出动11车26人，现场协助救援。
消防员甲患者扛落山，差不多用1.5钟的时间。救护人员较真无过敏的反应，也是甲这个查甫人送去保留家人病院治疗。不过消防队讲，迄当阵山顶落雨，并无发现芳烧。专家提醒，若是伫咧山区发现有规定的芳伫咧头壳顶飞，这就是顺路芳，都要随拍翻头，避免离芳烧伤晚去有芳顶。如果说有多只蜂，比如5、6只蜂在你头上绕来绕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尽快的往回头的方向走，这样子它就不会追你了。专家讲，若是离芳烧伤晚，去有规定的芳包围，都真有可能去有定着。若去有芳定着，会当先用冰雾来止痛。若有过敏的反应或者是头壳晕，都要随去予医生看。若去山顶，上好都要穿长袄啊，唔通秀芳水，芳较袂活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肠仔病毒的重症，搁再加一个是北部6个月大的查甫婴仔有引起脑炎。另外，新冠疫情也开始变严重，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新冠疫情搁起来进入第6波，欧米克本土疫情流行期，国内顶礼拜通报增加623例并发症，那比前一礼拜329例翻倍成长。也有未完一岁重症个案，是南部3个月查甫婴仔，6月中出现症状，继续讲喘气困难就医，快筛是阳性，电工显示有肺炎大的家护病房个案治疗了后，顶日已经康复出院。疾管署有估这波疫情渐渐相关会伫8至9月达到上高峰。目前还是认为应该是8、9月的时候会到高峰。那至于什么时候会下降，那大概是9月以后。那新冠肠仔病毒疫情也有进步，顶礼拜增加一个肠仔病毒重症病例，是北部6个月查某婴仔6月初时出现旧筋发烧，2天了后因为发生旧筋，伴随目睭掉起来进行就医，收治家护病房经过检验了后，确定是柯萨奇病毒 A10，好在治疗了后症状已经改善出院。当时医师是怀疑他有这个中枢神经的感染，所以收治到加护病房。那后来呢，也通报了这个肠病毒并发重症。那在经过检验之后，也确认他是感染了肠病毒克沙奇 A10型。因为部分家长会伫囡仔感染肠仔病毒食袂落去的时阵，会互因一寡布丁还是果冻等甜的物件。不过国家卫生研究院上升研究发现，避免血糖清悬对减少重症风险有帮助，引起袂少家长的烦恼。对此，疾管署强调，这个研究是动物实验阶段，依然需要更加侪证实。家长会当伫门诊咨询医师建议。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宣布，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啊，台南顶礼拜就增加64例确诊患者。城大医生也讲，这2礼拜呢有真侪人去挖到新冠肺炎，这阵疫情尚无爱2个月时间才会当降落来。也因为65岁以上时段有9成也未注疫苗，卫生局也是建议民众赶紧注 XBB 疫苗，挺好降低重症几率。病院内底人满，5月节连假结束，煞真侪人无爽快去看医生。最近新冠疫情佫开始滚价，城大病院医生讲，这2礼拜来看诊的患者，确实有真侪人去挖着病毒。即阵已经无强制挂喙安，佮加上学生囡仔准备要休热，国内外旅游的人来去，恐惊会加速病毒传染的速度。台南顶礼拜就增加64例确诊患者。没办法吃东西，就生意还是像现在这样很烧心，觉得有比之前上一波确诊还要辛苦的感觉。国内上周新增328例 COVID-19 确诊病例，比前一周263例新增64例。疫情再度进入流行期，对于高危险族群存在威胁。目前台湾主流的新冠病毒是 JN.1， 不过美国当地新型的变异株 KP.2、KP.3 等咧传。疾管署监视资料显示 ，JN.1 有降低，但是是 KP.2 参 KP.3 比例大大提升。流行期估计要8、9月份才降会落来，注意风险会当提升咱人的保护力。不过医生指出，即阵有9成65岁以上的时段，有源也未做。事实上嘛是会惊，不过嘛是有固定时间去做。无想要做预防针，是因为进前是做5支，但是阮即马做的叫 XBB， 伊是新的病毒，较早咧做的迄预防针，其实对即马迄JN.1啊 XBB 这状况，其实伊的预防的效果无好，应该拢爱建议讲即马爱去做 XBB 这新的预防针。天气炎寒，热微热，病毒密度增加，卫生局呼吁高风险族群、甲抵抗力较无好的民众，若到人较侪所在，也是建议爱甲喙安挂好势，降低感染风险。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
来看台中丰原的中正路有一支智慧型的公车牌啊，去互破坏。警方调查了后，发现讲是一个56岁查甫人，真有可能是不满这个公车牌啊，定歹去，伊才去甲伊创互歹。对民众讲，这公车资讯有当时啊会唔对，加上车帮让了伤过长啊，确实是无方便。这个公车牌啊，用幕去互搭起来。台中丰原中正路大丰社区头前这个智慧型公车牌啊，10时暗时啊传出去互破坏，民众17报案，警方紧急监视器的画面，锁定是一个56岁姓张的查甫人做的。这位张姓患检拿着玻璃酒瓶砸损智慧公车系统的荧幕，并未伤及他人。那个是大众的服务的东西，怎么可以随意破坏？根据警方了解，这个查甫人那像是因为不满这个智慧型公车牌啊，因为车载故障才会甲破坏。查缉到案了后，会以刑法毁损公物罪嫌来上班。有乘载来这个公车牌啊坐车的民众讲，确实有感觉这个站牌资讯无准确。车子不来就不来，一来就来了2-3台，就没有时间看，就很不方便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常常就宕机啊。如果你没有时间，你根本就不知道车什么时候会来啊。台中市公共运输捷运工程处表示，这个公车牌啊是利用太阳能发电，不过因为光线不够，地书资讯无同步。目前其他智慧型的站牌拢无问题，除了会改向台电来申请电力，嘛会向这个破坏人要求赔偿。另外，嘛有民众感觉讲离峰的时间公车是真恶等。没办法吧，因为它就是离峰时间，你懂吗？它不是一般正常的，比如上学下学的。以市区32号的公车做例。上班时间差不多是1点钟一班，因为离峰的时间上久要到3点钟一班，而且尾班车伫下晡4点20都已经发车，后面就是感觉真无利便。市府讲这甲驾驶员登记无够有关系。司机驾驶一直招不足，人员流动率高，所以我们一直在鼓励客运业者也看可不可以用增薪、提高薪水的方式把留住司机。台中市公共运输捷运工程处表示。目前会尽量维持上下班的时间稳定发车，卖甲业者讨论增加诱因，弥补卡手无够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罗西亚总统普京10飞机到北韩访问领导人金正恩，10到安生飞去越南的河内。那这罗西亚也会和北韩、越南签署各项合作协定。除了美国、日本、南韩针对北韩，可能会对罗西亚遐摕到更较侪军事科技，保持高度戒备以外，美国也针对越南伫俄乌战争，无要配合欧美阻止普京的策略，公开表达强烈的不满。金正恩捌伫2019和2023年2摆访问罗西亚的远东地区，除了和普丁在会谈，嘛亲自邀请普丁来回访平壤。立即韩国的罗西亚北韩问题专家认为讲，以双方的合作关系，普丁回访北韩是真自然的代志。这摆和普丁做伙去的，除了新任的国防部长贝洛索夫，还有包括太空总署的署长波利索夫、运输部、卫生部的首长等等。Северокорейцы будут пытаться получить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ую какое-то содействие военной технологии. Думаю, особо охотно эти технологии им давать никто не будет. 罗西亚的媒体指出讲，普丁这摆出访会和北韩做伙建构会当对抗欧美制裁压力的贸易机制。对这，美日韩三国会保持关注警戒，注意北韩在普丁访问了后，敢有新的军事动作出现。We're not concerned about the trip. What we are concerned about, Trevor, is the deepen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Because there could be some reciprocity here that could affect secur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互美国更较不满的是，普丁这摆嘛要去越南做正式的访问。伫金正恩2023年访罗西亚的时阵，美国总统拜登嘛到越南的河内去会见迄当阵的越南总统武文祥。迄当阵美国的算盘都是甲越南诱到欧美阵营来，做伙来围堵罗西亚。但是越南虽然伫美中对立顶悬，和美国是同一个阵线，但是伫美罗之间，河内当局的选择看起来是完全无同。罗西亚是越南上大的军备来源，陆军的长程轰炸机是持续以越南做活动的据点。罗西亚嘛和越南来合作，伫南海开采天然气等等资源。当然，互美方更较不满的是越南毋但是无去进前伫瑞士举行的乌克兰问题高峰会，佮延前和欧盟针对制裁罗西亚的会谈，要替普丁的来访打造友善的气氛。即卖越南的店家内面是一大堆罗西亚乌蝇鸟啊，都会当看出这种关系。公司新闻请家人编译。
在罗西亚总统普京去访问北韩进前呢，有90名北韩的士兵18早起，搁再下过南北韩的军事分界线，随后南韩的士兵开枪警告驱离。另外，南韩军方也透露讲，这北韩军队伫咧非军事区 DMZ 待地雷的时阵发生爆炸，造成90名北韩的士兵伤亡。 우리 군은 북한군의 활동을 면밀하게 추적 감시하고 있으며 확고한 군사 대비 태세를 유지한 가운데 유엔사와 긴밀히 공조하고 있습니다. 南韩的军方表示，18早起8点半，有20-30名北韩的士兵伫南北韩非军事分界线附近作业的时阵，有踏入去南韩的范围内开始伫在讲笑。南韩士兵随广播也开枪警告，北韩士兵随来离开。也因为目前南北韩非军事区内面草瓦是发甲正暗，飘示不清楚，造成北韩士兵伫咧作业的时阵定定行唔对路。啊，那南韩军方18也指出讲，北韩军队最近一直咧非军事区域内面加强边防，所以拢无注意去打着家己带的地雷，造成90名北韩的士兵伤亡。南韩也分析讲，北韩这2个月积极加强边防的目的，就是要强化对北韩士兵啊个民众的控制，防止因逃走去到南韩。 稳定的民众进前买珠宝，拢是为着要买车开 party 一寡开大钱的行为。不过今年的通货膨胀率到今年4月为止呢，要到300%，所有物件是起骨落飞。着民众为着生活上介基本的开销，亲像水电、家具等等，稳定的民众固不自将，把厝内面的黄金珠宝摕出来卖掉换钱。第一人来来去去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仔路。 无人入来这间鞋仔店，不过隔壁珠宝店出入的人是真多。不是个，伊毋是要来买珠宝的，是摕厝邻组团的珠宝来估价，看敢会当卖一个好的价销。珠宝估价师讲，较早民众来买珠宝，大部分是为着买车，厝邻要重新换过，或者是开 party 等等另外的开销。不过即马买珠宝是为着要纳基本的开销，亲像电费、水道、加厝钱等等。 Nosotros acá las tasaciones son alrededor de 300 personas vienen por día. Nosotros somos 4 tasadores, trabajamos de 9 de la mañana hasta las 20 horas y alrededor de 300 personas llegan por día. 珠宝估价师讲，摕珠宝来估价的人数是去年的3倍。有民众国不离将摕厝邻的选钞票来估价，伊讲这条钱要摕来纳厝税钱、甲健保费。就算阿根廷有要一半以上的人口是伫咧散车的状态，不过从70年代开始，因只要有钱，就会摕来买黄金的物件来装它。 El oro siempre es un valor de refugio, siempre va en alza. Obviamente que quizás no aumenta de un mes al otro, sino que siempre recomendamos que cuando compren dentro de un año lo vendan porque ahí van a tener realmente una diferencia. 因为考虑安全的问题，阿根廷的民众就算厝内有黄金的物件，嘛袂该挂伫分数顶。根据阿根廷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今年的通货膨胀率是211.4%。 2024年4月份已经到289%，强要到300%。所有的物价拢已经翻几啊倍以上。为着要减轻经济压力，阿根廷的民众就算感觉会心痛，嘛国不离将爱甲厝邻的黄金甲珠宝摕出来卖。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今仔日公布今年的 IMD 世界竞争力年报，台湾伫咧67个受比拼的国家内面排第8，凭去年退步2名，伫经济表现对20名退步到第26名。不过伫咧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经济体族群内面，台湾连续4年排世界第1，全球的排名阁赢过美国、中国、日本、南韩。 今年一摆的 IMD 世界竞争力年报，18是公布上新的排名。伫咧67个受评比的国家内面，第1名是新加坡，第2名是瑞士，过来是丹麦、爱尔兰和香港。不过台湾对去年的第6名退步到今年的第8名，总之自从19年以来连续5年的排名进步。引起讨论的是经济表现退步6名，那个第26名。如果全球的一个大环境它的鉴赏率
相对比较疲弱的话，那我们当然我们在出口的方面，还包括在厂商在投资的这个信心方面，当然都会受到影响。进一步观察，台湾伫世界竞争力各项评比的排名，经济表现落到第26名，政府的效能嘛退步，落到第8名。另外，企业的效能是对第4名落到第6名，这3个评比拢退步。不过，伫基础建设的部分是对第12名起立到第10名。不过，若是以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经济体的族群内面，台湾连续4年拢是世界第1，全球排名赢过美、中、日、韩。在签署对外的这些贸易上面，其实都面临比较不顺的情形，这是第一个不利的风险。但是反过来讲，过去的几年的这种重点产业投资上来看，包含像半导体，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的科技产业，我们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你很难替代的那个地位。专家建议讲，台湾爱搁较积极对外来签署新的贸易协定，另外嘛要保持亲像半导体这产业领先的地位，才能稳固咱伫世界竞争内面的优势。记者综合报道。外政府上任要1个月啊，却传出讲新内阁加民进党团也无讲解罢，也有互相适应的所在，甚至有风声讲在政内阁团队互人叫做是外星人内阁。针对这部分，经济部长郭智辉是背会公布这款的情形，也让金管会主委潘金良表示，这拢是误会。新政府上任要满1个月，不过即马传出民进党内有批评的声音，认为讲行政院新内阁团队和民进党团欢迎的沟通，搁要加强。本地互看作是重点的财经内阁团队，搁互形容讲是外星人的内阁。我想没有这个现象了哈，这是在外面的人的解读啦。沟通上还好啊，我们也很少碰面了。我想我跟总召沟通也非常良好，对哈，可能是个误会，而且我也不是外星人。或许有若干刚开始的不够双方彼此的了解，但这个都应该是半个月以前的事情。我认为双方的了解、认识以及对业务的熟悉，都比以前更好。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最新的民调显示，讲杜永泰内阁就任了后，第一个月施政满意度仅那43.1%，阁有拍拼的空间。杜永泰嘛回应讲，所有的民调拢是指标，无够好的爱拍拼，有鼓励嘛会搁较珍惜。另外，国会这款修法的复议案2月要伫立法院表决，朝野目前嘛拢开始地方宣讲，为复议案来加添民意的声音。这个卓龙在左边笑笑的哦。好像都很低调，都先让立法委员讲完以后他再讲，结果右边啪一个巴掌打过来提复议，绝对不希望让这个国会扩权法案用这种方式通过。那我们重点是向社会诉求。复议案的交锋，中外公民团体清剿行动嘛预告讲，会搁等来立法院4号底下的道路来监督。国民党的部分嘛申请路权，要找支持民众去伫街仔路来声援。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美国的网络通信设备大厂思科自2024年发布治安准备度指数，这报告指出讲，台湾敢若8趴企业面对治安风险有较较全的准备。着民间团体含立委针对所谓治安议题召开记者会，要政府赶紧建立产业自路，训练人才，也着爱来推动治安认证标章等等。今年6月10日，半导体厂环球晶圆传出资讯系统受黑客攻击，影响出货。2019年开始，政府甲提出来做危害国家资通安全的产品，禁止公部门使用。另外 ，AI 科技哪来哪进步，也有诈骗集团会做出惊讶亲戚朋友的声音，并无啊，甲人拐骗。不管对政府、企业还是个人，治安都是真重要的议题。有民间团体甲立委办一针对所谓治安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赶紧培训人才，推动治安认证标章等等。是因为我们在训练人才可能是高阶的，或者他可能是比较研究型的人才，他中间攻击的研究、漏洞研究。但就刚刚我们蔡副会长提到的，防御可能是我们现在的主轴。对，毕竟我们的对手很强大，我们的对手是中国，他们的骇客或者是国家级的一个骇客其实很多。那防御这块就是我们很欠缺的人才，但这块在学校现在是最欠缺的。民团指出，虽然台南已经有3轮治安服务基地，厂商通送产品来做治安的攻防演练，不过因认为政府资源应当爱伫各县市平均分配，建议和各地大学正做治安的产业自路，通整合科技甲人才培训。那目前教育部在我们的技职司在成大有一个治安的实务人才培育基地。好，那如果未来是不是有可能搭配这样的一个产业聚落，有更多的？那这个我会把这样的一个意见带回去我们部里。
另外，治安产品认证的部分，民间团体也呼吁政府嘛，要建立治安认证票章，建立企业民众对台湾产品的信心。司法部是回应讲，已经有定 IoT 检测标准。我们现在已经定了20项的这个 IoT 的一个产业标准，包括了刚刚讲的影像监控、门禁系统。那另外的话，有关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国产的部分。我们现在有一个治安的能量登录，我们现在登录154家。司法部表示，目前政府各部门甲中油、台电等一寡国家关键基础设施 IoT 的检测标准已经是因采购的标准，对国家安全也是一种保障。今日针对要甲大学推动做治安的产业指导的诉求，教育部是回应讲一个讨论。记者卢尚珠、柯秉哲台北报道。有诈骗集团讲有方法会当边开到600块，就当买到台积电的扩充股。就一名年岁较大的被害者呢，伫假的投资平台顶头落120万了后，才发现讲有问题，进前也配合警方，甲一个共犯抓起来。我在 FB 上面应征工作，我没有什么违禁品。拄到几个警察，这个查甫人是一直解释，话讲到一半开始咧吼，而且愈吼愈大声。目屎直顶倒来，这个涉案的查甫人才高中出业尔。伊讲伊伫人被车找头路，煞变做是车手，替人送阿查钱。即个去互抓到，是靠一个受害者甲警方合作，当面交钱来抓歹人。对话记录互公开，这个幕后的诈骗集团用富国新山台积电当作是骗人的手段，讲因有管道，一个毋免600块，就当买到扩充股。一个受害负责人伫假投资平台落单，是互伊了100多万。以低价申购热门股票台积电为噱头，吸引被害人，造成被害人遭诈120万元。台积电6月初5宣布开上济41亿，甲3200多张的扩充股买回来，买回来计销一股上济是1281块。迄天股价为854块，到18一路压关到943块，目前已经共5亿外内啊，甲超过500张买回来。不过不法组织头壳是动了真紧，利用股市当日来骗人。不过回归关头，受害者会互骗去，是为相信人面车广告开始。那目前这各业者配合我国法令都是在依期限内下架相类似的广告，但是仍默许相类似题材的诈骗广告重复上架。警察通报爱摕落来假投资广告，到达已经超过10万条。警方讲这是无法度完全消失的，有真大的原因是业者互伊砍起哩。今嘛Meta宣布，为6月份开始，伫台湾小连续要求金融服务业广告主都要完成相关验证的程序。不过诈骗是世界样样飞，民众要是爱看咩册咧。类似的一些平台的一个商品的话，第一个你的钱到底是汇到哪一个账户里面，你没有办法确保。只要是来路不明的股票投资 App， 千万都唔通使用。就算对方讲有特殊的管道会当买，提醒做人都唔通小贪，较袂到尾啊赚的辛苦钱规个乌有去。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警方发现讲，这诈骗集团有共犯专门去领钱的，因穿的外套顶头会装摄影机伫个头翕，防止这个共犯甲钱领的人走去啊，互干部毋免伫咧现场监控，较袂去互警察抓到。警方表示讲，未来追查因会抓搁较严。诈骗车手当要甲被害人提钱，现就叫警察抓起来。高雄一个民众因为看到有人咧招股票投资，煞去加到诈骗群组，去互骗150万。警方趁被害人要提钱出去时去抓人，结果发现到这个车手的外套内面藏现金。查缉过程中的发现，该名前来面交之车手，大热天身穿黑色外套，并将拉链拉到顶端，且外套异常的发烫。明显有猫腻。外套顶悬有藏一只细只的监视器，诈骗集团因为惊车手摕到钱就走去，乌食乌，就改用监视器来监控。用这部过当免阁派干部去现场监视，秘伫咧附近的店面内底，阁会惊去互警察掌到。警方嘛表示会阁设法来检查。最主要是逮获现场的车手，那困难度的话，可能是增加我们要查缉上游车手的一个困难度。目前高发还是以假投资、游戏点数诈骗这一类的居多。那这部分我们都有持续的在做查缉的部分。
诈骗集团愈来愈畅手，诈骗的手段一直咧变新，警方是唔敢大意，警察局嘛拢加强巡查，不过强调还是要提醒民众，莫去来路不明的投资广告骗去，若有疑问，会当靠反诈骗专线来查证。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民众这厝拄状况好势，搬过去2天尔，想袂到，请这净水器的业者来换离心，却因为施工人员无注意这离心锁无严，致使漏水漏甲规间厝拢伫咧淹水。业者的处理态度也是真歹，民众是真生气。我们实在是太幸运了。厝主倒去厝内，发现涂骹拢是水，唔那客厅连厨房间拢有水，差不多有2-3公分深。唔过这的水是为倒位来的？原来是厨房下骹的净水机，因为业者死角差，致使规间厝拢淹水。厝主是清到半暝4-5点。帮我们装的师傅还否认是他的问题，说你们是这栋楼是不是水压太高？我说那你要来啊，说他在冈山很远，没办法来。就说就近找一个他们的同事来，就他们同事一来就看说，就是当时施工的师傅没有把那个滤芯的第1道锁旁边锁好，就是很明显就是他们的问题。洪小姐表示讲，因开300万新装潢的厝，才搬来2天，17是请业者来换净水器的离心，想袂到师傅无甲离心锁好严，害水总共漏6点钟，唔拿涂骹，连全新的家具、电器拢进水。洪小姐不满，第一时间是通知业者，因煞无要承认，甚至主管是到暗时11点多才出现。换滤芯的时候没有将这个滤芯可能没有弄好的问题吧，所以这个实际还是要请第三方去看一下。第一时间一定先把环境给弄好。从昨天晚上9点多到现在，应该都陆续一直在处理中。一般还是要那个施工厂商，就是更换滤芯的，还是要他们来处理了。工作上也是要特别注意这方面。虽讲即马厝主甲厝内面的水拢清掉啊，不过涂骹3不5时也是出水。业者表示讲，目前会请保险公司到现场鉴定，要安怎来做赔偿，未来也会加强人员的训练。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台湾乌叶乃至进入最后的产季，其中新竹市今年受到气候影响，这乌叶乃至产量是大减，甲去年来比呢，产量只剩1成到2成尔。农会也指出讲，今年因为这乃至的开花期等到落雨，加上这去年底天气伤过热，才造成今年新竹的这乌叶乃至产量受影响。原本应该是生满乃至的树啊，即马煞剩无几粒。受天气影响，今年北部地区上尾乌叶乃至的生产地区新竹市产量对10万台斤减到2万台斤，只剩去年1成到2成。今年因为天气的因素它的寒冷的时间不够啊，所以讲咱今年的开花这种的成绩足歹的所以讲今年的开花大概有1成的左右尔。农会讲，今年因为产量大减，价值1斤会起到差不多120块。农会为着提升防治虫害，佮利用农业试验所发明的科技来防止地头虫对乃至的伤害，减少损失。乃至咱来迄地头甲剥开内底有一个碎甲，迄白色的迄虫，迄就是地头虫的幼虫。迄是最主要荔枝最主要的危害的害虫了所以我们往年我们以前都是用就是喷药的方式来做防治。那今年我们特别从凤山试验所他们的专利引进就是我们夜间灯害夜间灯光来防治这个荔枝细蛾。农民指出，夜间防治技术对地头虫的防治真有帮助，不过1公斤的建治成本要15万。农民希望政府会当补助。这个电费部分是对讲坦白是对农民一个较重的负担啦但是对于所有咱大众来饮食的安全来讲是足好的帮助佮减少咱农药的使用量。我们已经有收到荔枝农民有装设夜间绿光防治技术的需求，我们需要盘点面积及评估经费，再来研议补助办理的可行性。乌叶乃至甲药荷包无同，真有古早味，籽较大粒，食起来甜甜，佮有料仔酸味。新竹乌叶乃至是全台乌叶乃至上尾收成的所在。新竹乃至农希望透过这项技术，减少地头虫，卖当减少除农药，提升食的安全。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
中华八卦山有种灵应乃至也出产袂少蜜，这蜜的产量大概占全国产量的9%。中华县2022年开始举办蜜的评鉴比赛，评选出有国产认证的纯蜜。不过今年气候反常，二月时阵高温所害的零零花敢若开3成尔，这芳无多采蜜影响到蜜的产量。芳农就讲今年收成只剩1、2成。评审详细看蜜的色水、气芳味，要来拣出气味上好的灵应蜜。中华县2020年开始举办芳蜜评鉴比赛，必须通过仪器检测、评审气口味2阶段检验，选出国产认证的纯芳蜜。但是今年芳蜜的收成歹，参加评鉴的量减少1/3。2月是有拄到天气较悬的因素啊，所以咱的林景甲乃至的开花的状况甲其他县市同款，拢无讲做好的。今年的花况无介好啊，所以咱今年的芳蜜的灵应蜜的部分采收的芳开较差一点嘛。中华目前市的芳图大约有10000多图，产量占全国9%。芳农表示，过去采蜜3天的时间，一个芳图会当收15斤的蜜，但是即阵等5、6天，一图加计收10斤的蜜。时间管理成本增加，收成歹，愈来愈接拄到歹年冬。今年阮收蜜的状况，这5年来应该算上歹。今年的成数可能，那以往来讲的时阵，可能才剩1成尔。因为你足侪芳，啊，佮卡着你收蜜的时阵，佮拄着落雨，啊，所以才是迄个互芳无够食，啊，佮惊农药，佮惊咱的温度伤寒、伤热。官府表示，这几冬因为天气反常，佮有芳虱等等的病虫害，芳仔愈来愈歹饲，袂少人放弃饲芳。但是饲芳除了采蜜，芳仔对其他农作物的授粉、维持生态平衡扮演正重要角色。举办评鉴比赛，除了选出国产的芳蜜，嘛希望鼓励辅导农民继续饲芳。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嘉义的梅山国小为着要让学生囡仔来认捌在地生产的农特产，配合土地油生产合作社举办食农教育课程，教因安怎来照顾这油地材啊，佮去油车间体验做油的工课，大家也拢讲真趣味。食农教育的老师向梅山国小的学生囡仔小解土地油的地层，佮带因去油车间看做油的过程。课程为种地层到最后做油，拢互学生去体验，要互学生去了解这项在地产业目前的发展。就是学到，比如说苦茶油对我们人体有什么好处，或是苦茶油对环境有什么好处。咱即马这侪人毋知影土地油要安怎食，啊伊安怎制作的？爱透过食农教育这种活动，互你一个完整的迄个体验，你较知影讲为什么咱爱安尼做。嘉义县梅山国小配合在地土地油的生产合作社举办食农教育的课程，阮让学生会当来了解农作物为产地到吃饭道的过程，嘛，互因来认捌环境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种苦茶油树需要考量到它苦茶油树周围的气温以及它栽种的地点，它的气温比较属于在20度上下。然后地点比较属于在山上。除了看地层以外，啊嘛去体验要安怎种这迄个茶树。那茶树结籽以后呢，按它制成茶油，然后包括怎么样去分辨油品的好坏哈。梅山国小表示，学生在这个课程当中，不管是用油车来学做油，或者是用土地油学做点心，拢是因唔捌有的体验。透过这个机会，让学生唔但知影在地产业，嘛会当伫食品安全的观念之下，增加对在地农产品的信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高雄莲池潭莲花塔对去年开始征收附近的游客中心，甲高雄物产馆煞咧收起来，地方就烦恼讲这场馆会放甲棚远去。观光局表示讲，目前游客中心有继续伫咧招标，等莲花塔征收好势，高雄物产馆也会恢复经营。一透早，外国的游客来到高雄物产馆，煞看到门口搭着停业的广告，只好离开。来到另外一边，龙虎塔游客中心原底有超商、咖啡厅，自从2年前结束营业，也是冷冷清清。莲池潭是高雄知名的地标，想袂到即马高雄物产馆甲游客中心拢相搭。感觉足无彩的，因为伊起甲足水的，啊嘛捌有咖啡厅来做过，嘿。
啊，阮是希望讲伊会使加介绍一寡莲池潭的一寡特色。那边的孔庙连接在一起，比较有希望，跟这里应该是比较希望不大。民众是毋望高雄物产馆会当甲边仔景点来结合，甲人潮带入来。其实高雄市府这几年推动演唱会经济，莲池潭距离世运主场馆敢若2公里，煞无法度吸引游客。连经营12档的高雄物产馆，嘛伫3月底结束营运。目前农业局当咧清点建物，今年就要交予观光局来管理。另外，物产馆目前尚未完成点交，未来将朝向复合式的模式来经营。至于莲池潭的游客中心，我们也正积极办理招商中。观光局表示讲，今年4月莲池潭观光人数接近30万，甲去年同期比是增加20%。目前龙虎塔整修按算2025年会当完工，未来阁会有清代甲高代进驻做营，毋望通带动人潮，到时嘛会吸引阁较侪厂商来进驻。记者钟义辉、屈兆勇高雄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6度到34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6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3度。平阳金门马祖对23度到32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